结尾来讲，恁着踮伫主甲伊溃烂的权能来仰仗，着称上帝全副的战甲，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遮的诡计。因为咱的交战，毋是抵敌血气的，就是抵敌遮的办证书的，遮的掌权的。甲即个暗世遮的君王，以及天中派的神类，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战甲，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会牢，到恁已经做成拢总的事，也有缘徛在，所以着徛伊伫用真实下药，用伊做好神镜，用和平福音的臂膀穿伫骹里。搁着耶神的盾牌，用即个才会拍灭歹的一切的火箭，搁领受拯救的头盔，以及神的剑，就是上帝的话，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，时时伫圣神来祈祷，谨慎伫即个为着拢总的圣徒恳求无野神，也替我求，互我会开得开喙，好胆来讲。互人知福音的奥妙，为着即个我最挂念的亲戚，也着求互我伫即个奥妙会好胆照我所应该讲的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穿着战甲骨，穿着全副战甲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1968年，伫美国的德州有一个少年人叫做赖瑞，伊互送去疗养院。赖瑞的老爸是卖石油的，所以赖瑞伊自细汉就真侪物件，互人真欣赏。亲像伊有豪宅，伊有好车，伊无欠用的金钱，伊嘛有女朋友。但是即个赖瑞较定定感觉空虚，伊的老爸老母嘛一直无法度明白，为什么因的囡仔会遐尔啊无快乐。所以赖瑞就去找医生，医生诊断出伊是情绪的问题，所以就安排伊入去疗养院伫遐接受治疗。但是伫病院内面，伊反倒搁较艰苦，因为伊无亲像其他的人遐尔严重，并且伊食的药啊也无法度来互伊进步。所以伫甲爸母参详了后，伊的爸母就准备要安排伊来转院。伫要转院的前几工，伊离开病房，行到大厅，看见伫壁顶有挂一支十字架，迄是一间天主教的病院。伫十字架顶刻有4个字，是 INRI。赖瑞伊毋是基督徒，所以伊毋知影讲这4个字是拉丁文，就是耶稣拿撒勒人犹太人的君王的意思。伊看到安尼十字架，伊就将十字架摕落来。伫遐看，伫遐思考，但是安怎想嘛想无，迄到底什么意思？但是当伊伫病房的走廊行的时，每一届伊看到十字架，伊就甲十字架拢摕落来。所以伊手内面的十字架是拿来拿做，无偌久就引起病院内面修女的注意。修女就要阻止伊，想要将十字架甲摕转来，但是赖瑞毋肯，就走互修女来入。伊一边走就一边话讲，伊的名毋是叫做 Henry， 伊叫做耶稣，伊叫做耶稣。伊掠做这4个字是 Henry 的意思。一个毋捌耶稣的人，竟然会当叫出耶稣的名。但是因为伊遮的行为，所以接续落来几啊天，伊就互关伫病房的内面。无想到伊伫什么拢袂当做的情形下面，也无人教伊的情形下面，赖瑞就跪落来伫遮祈祷。伊嘛毋知安怎祈祷，只有一直呼叫耶稣的名。但是就伫即阵，有一个声音对伊讲：“你是我的囡仔，你要将我的信息传互即个世代，你要去传讲我的道理。”隔日，伊的医生入去病房来看伊，感觉讲伊比前几工平静真多，就问伊讲：“为什么你迄工要将十字架拢摕落来？”即个赖瑞回答医生：“我已经甲上帝相拄，并且上帝对我讲话。”但是这个医生感觉莫名其妙，
但是看伊的情形已经安稳落来，就安排互伊出院。即赖瑞出院了后，伊就开始去传福音。伊非常热心，想要甲人分享关系上帝的代志，但是无人知影伊的内力，所以无一个教会敢接纳伊去教会分享。伊只好对身躯边的人开始讲起。后来真无容易，伊故乡的教会接纳伊伫某一个礼拜日会当上台去传讲。当伊徛伫讲台，看见台下下骹有一个人非常的特别。这个人满面喙鬚，然后头毛长长，看起来憨神憨神。后来赖瑞才知影，这个人叫做杰瑞。这个杰瑞是一个摇滚乐团的团员，但是当地人对伊是搁怨切搁爱。赖瑞迄天就伫台下顶，甲大家分享家己甲耶稣相拄的迄个经验。礼拜结束了后，迄个满面全喙鬚的杰瑞，马上走到伊的面前来，甲伊讲：我的情形甲你今仔日所讲的完全同款。你讲的话是我这半年以来我上听会入去的话。原来这个杰瑞伫半年前转来伊的故乡，每一个礼拜伊拢会载伊厝内人来教会，然后顺续伫遐坐伫听礼拜。所以赖瑞伫港岛线伊转去。但是伊的心已经放袂落这个杰瑞。有一天，伊就敲电话邀请杰瑞伫一个聚会中间，甲伊做伙同工，帮伊弹吉他。伫迄天的聚会，就伫因两人真好的同工的下面顺利来完成。伫迄天的聚会了后，赖瑞就塞车载杰瑞转去。一路上，这个杰瑞一句话拢无讲，直到伊到厝啊。这个杰瑞开喙第一句就问讲：赖瑞，敢有其他关系这位耶稣的代志？所以赖瑞就伫车顶甲杰瑞分享到半暝3点外的时，听了后，这个杰瑞佫问伊讲：安尼我是要安怎才会当知影这个耶稣，然后我才会当得到咧？这个赖瑞嘛拄啊信主，伊嘛毋知要讲啥，伊唯一会当讲的就是伊所知影的。伊甲伊讲：你只要拍开圣经，你去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，这是伊唯一会当理解的经文。所以伊甲伊的朋友杰瑞安尼讲。然后你读了后，你跪倒来祈祷，你呼叫耶稣的名，你就知影你已经得到啊。所以这个杰瑞回去就按照伊的朋友赖瑞所讲的去做。伫迄天暗时，上帝呼召伊，并且拯救伊脱离4年外毒品的生活。过无偌久，这个杰瑞佫去找伊的朋友，叫做梅斯。梅斯一看这个杰瑞，敢若甲以前无啥共款，就问伊发生什么代志。杰瑞就将伊拄着赖瑞，然后安怎接受耶稣的代志，嘛分享互这个梅斯。无想到梅斯嘛问伊讲：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？杰瑞就将赖瑞甲伊讲的遐物件，佫讲出来。你去看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，然后跪倒来祈祷。这个满面喙鬚的杰瑞，不但帮助伊的朋友梅斯接受耶稣，并且伫接续落来的6个月的内面，伊嘛带1000个人信主。了后，杰瑞嘛甲赖瑞做伙去读神学院，成做上帝使用的传教者。兄弟姊妹，这是李赖瑞牧师亲身的经验。伫伊即个见证内面，咱无看到讲人有在做什么的成分，咱看较侪是圣神亲自在做工。因为赖瑞、杰瑞、梅斯这3个人，无一个人有接受神学的教育，嘛无接受任何教会规矩礼仪的教导。但是圣神感动，互因接受耶稣，互因性命得到换新。圣神，咱伫使徒行传会当看见圣神奇妙的工课，但是圣神的工课毋单伫使徒行传，嘛毋单伫初代教会，嘛毋单伫一寡需要改变的人。圣神是伫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咱的身躯顶拢有的。亲像提多书甲咱讲，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，上帝有将圣神丰丰富富甲咱灌压。所以，互咱知影信耶稣的人，咱就有圣神。
并且信心要引带咱搁较认捌上帝。伫约翰福音14章26节有讲，毋过为造者就是被因我的名所册来信心，会将一切的代志教示恁，嘛会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。信心嘛会帮助咱抵挡魔鬼的引诱。保罗有讲，因为人人性的欲望对抗信心，信心对抗人的本性，这两个互相敌对。信心甲咱即个软正的肉体是互相对敌的，所以咱若无信心伫咱的内面帮助咱是无法度来抵挡引诱。上好的模范就是耶稣，耶稣伊满有信心。所以，伊会当伫禁食40天，伫伊的身心、肉体上软弱的时刻，魔鬼的引诱嘛无法度来起任何的作用。但是你会讲，迄是耶稣呢？耶稣才会拄着安尼情境，啊我咧，我敢会拄着？我敢有遐尼啊需要信心，甲我同在来帮助我来对抗魔鬼咧？其实，咱对战争的观念非常的青分。咱较惊是恶中啊，当时会拍过来即种的问题，但是对伫咱每一天会拄着属灵的征战，咱较无意识，迄到底有偌危险？亲像咱做的决定，咱甲人的讲话，咱甲人的关系，遮个拢充满引诱。每一天咱就好亲像伫战场共款，有的人犯罪惯势，一个仔就互魔鬼诱去。有的人听叹上帝的话，虽然利益伫伊的面头前，但是伊无摇动。但是我想，大部分的人拢甲我共款，咱每一天伫邪恶甲善良的中间，不时互诱来诱去，所以咱的心嘛陷落伫不安的内面，无法度来得到安息。另外，咱嘛应该爱知影讲，咱是得甲上征战。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伫交战，是甲天界的邪灵，就是即个黑暗世代宇宙统领者、权力者、掌权者伫交战。而且讲，咱交战的对象毋是遐有飞弹、有战车的军队，但是咱伫遮拍即场属灵的战争，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战争呢？真侪人会过头使用即个名词。动不动就讲出这是属灵的战争，亲像有的人困过头，袂赴来教会做礼拜，就讲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有的人互人诊断出得到歹治的毛病，嘛会讲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甚至最近伫邀请兄弟姊妹参与中职的改选，嘛有的人讲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但是伫孙宝林牧师神学家孙宝林牧师的册内面有非常好的提醒，伊讲属灵战争的源头是甚物？就是魔鬼。但是当咱提到魔鬼的时，代志有当时啊会感觉敢若有一点仔黑白无分，一点伫迄个灰白的地带。孙牧师引用这个路易斯伫1947年有一本册《小心魔鬼很聪明》这本册内面的序言有讲，人类可能对魔鬼的认捌陷入两个同款的错误。伫一头，因无相信魔鬼的存在，但是伫另外一端，因不但相信，并且是沉溺其中，就是非常非常相信魔鬼的溃烂。亲像咱定定不时会讲着讲，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孙牧师继续引用路易斯的话讲，咱读者爱会记哩，魔鬼是一个讲白贼的。用保罗的话来讲，就是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的诡计，毋但是即个肉体，咱看会见的肉体，搁较准确来讲，是即个肉体背后的迄个溃烂。即个溃烂会当用一种客观合理的形式来出现，但是伊是讲白贼。即个诡计会当伫世界潮流宣传中间来出现，但是伊是白贼。魔鬼的诡计嘛会当照着专业的形象来
包装来出现，甚至出现伫咱的法律，出现伫咱的特殊内面。但是咱嘛爱知影，连这物件嘛可能是讲袂出。所以魔鬼的诡计看起来无一定是搁歹、搁歹、搁臭，伊可能假做是光明的天使，用安尼的形象来欺骗咱。所以咱要倚靠上帝智慧来辨明，咱是得甲上精正，咱才会当备办好适当的武器来对敌。因为你若是用战车来牵石头，一定是一场无法度拍赢的战争。所以保罗伫接续的经文就甲咱讲，咱是要安怎来拍赢这场的战争。保罗写这场批示是互关伫罗马主内厝内面。所以但是伊虽然互关起来，但是伊有某一种程度的自由，所以会当接待人客，会当伫遐写批。但是因为罗马政府恐惊讲保罗逃走，所以派一个24小时的罗马兵甲伊做伙。所以伫20节，保罗自称做挂铁人的大帅。咱就知影讲，伊是互关的，但是有某一种程度的自由，毋过有一个罗马兵24小时一直伫遐告伊，惊伊逃走。所以，这个甲伊白做伙罗马兵所穿的战甲，就互保罗一个灵感。就是咱基督徒伫这个世间，袂当什么拢无穿。保罗根据这个罗马兵，就想到上帝所赐全副的武装。这个安尼概念来提醒咱基督徒，这套的武装拢总有6项的装备，但是咱袂当讲我拣几项就好啊，咱爱穿几丝，才会当伫战场内面来活落去。第一项的装备是金饰最大来下，军人上基本的装备就是腰带。腰带不但会将衫束互严，看起来袂哩哩落落。看起来腰是挺的，看起来是有精神的，并且这个腰带所指的就是真理。但是咱敢入捌真理，咱敢谦卑来学习真理。有时我会去主日学儿童组甲这囡仔分享，但是非常趣味的是，无论是问因什么款的问题，有当时是问到旧约的人物、新约的人物。但是这囡仔回答拢是上帝、耶稣，但是囡仔会大汉呢，因的信仰会慢慢啊进步呢。毋过咱这已经信主久久的人，咱若阁亲像囡仔，家己在信什么拢毋知影，拢讲袂出来时，可能咱这条腰带就安怎已经凉去啊。人看你这个基督徒嘛是两讲。另外，耶稣嘛有讲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若基督徒毋捌真理，就会互真侪迷信、禁忌、传统所捆绑，无法度活出自由、充满信心的生活。第二个装备是用正义做复兴镜来穿。复兴镜就是咱穿伫胸前，保护心脏。亲像即马的防弹背心，真言嘛讲着讲咱保护心的迄个重要，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。咱的心会决定咱生命的方向。当咱的心出问题，咱的生命嘛会跟着出问题。但是保罗讲，这个复兴镜、复兴甲是正义，但是咱每一个人对正义的定义拢无共款，所以保罗讲的毋是咱个人的公义、正义感，但是安尼咱是要用什么款的正义来保护咱的心呢？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义，信耶稣的人，因为接受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血，所以咱已经互上帝称作义，这也是咱所听到的因信称义。当我相信我已经互耶稣救赎，魔鬼就无法度欺骗咱，伊也无法度控告咱讲你这无好，你迄无好，哪有可能会当做上帝囝？
咱毋免听魔鬼的白贼话，因为咱毋是靠家己做了偌好，才互上帝称作义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来称作义。第二，咱家己嘛爱追求公义、圣洁的生活。虽然咱毋是靠行为来称义，但是伫行为的顶面，咱嘛爱非常的注意，袂当阁转去原本迄个黑暗的生活。亲像耶稣有讲，要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即节经文咱真熟，要用行为来证明恁有悔改，爱结迄个果子，甲悔改心来做有共款的迄个程度。第三项是用备办好势的和平的福音作为称。准备好势就是提醒咱爱警醒，随时做好准备。下是咱出门的时穿伫脚里的，所以这就是在甲咱讲，咱基督徒行大的所在，拢爱带着耶稣用听，互人甲上帝各好的福音去甲人直接。伫即个用冤仇报冤仇的时代，咱会当看见有真侪基督徒用听来对待因的对敌，所以这嘛，互咱知影，咱若倚靠耶稣，咱会当选择另外一种的方式，毋免继续互苦毒来毒害咱家己的内心。另外，和平的福音嘛提醒咱，即个福音袂当用强迫的。袂当因为你是头家、你是老师、你是家长，就勉强人来信耶稣。因为既然是和平的福音，咱就应该互人伫平安的内面来接受。第四项是盾牌，这个盾牌是信心，用信心来抵挡对敌耶稣来的火箭。古早的盾牌是用柴做的，然后外面有包迄个动物的皮。伫战士要上战场进前，因会用水将这个盾牌浸互重，然后当对敌射迄个有火的箭过来时，因就摕这个盾牌去抵挡，然后这个火箭拄着这个重重的盾牌，火就发起啊。保罗讲，咱伫抵挡这个魔鬼的攻击的时，咱爱用信心。信就是完全的信靠耶稣。咱若无举盾牌，当魔鬼的诡计一支一支射过来时，咱是安怎？就马上是无命，因为你无信心。但是信心的起做，无亲像咱讲摕悠悠卡去加值比一个，就会当马上就会当加值。信心是对苦难的累积过来的。因为伫你顺利的时，你绝对用袂到信心；但是伫苦难的内面，咱较会当看见上帝带领、上帝祝福，所以苦难会当帮助咱起造咱的信心。第五项是领受救恩来做头盔，用救恩来保护咱的头壳的意思就是，咱爱确实相信咱家己已经得到救恩啊。因为魔鬼真爱用这点来攻击你，互咱活伫迄个无确定，我毋知影讲我敢有得到救恩的迄种模糊的状态内面，并且连资深的基督徒有当时也嘛会怀疑，可见魔鬼的攻击非常的厉害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请注意，虽然咱会做毋到代志，咱有时会行偏离上帝的道路。有时咱的内心有得罪上帝的念头，甚至咱已经做出得罪上帝、得罪人的代志，但是这一切拢无法度阻挡上帝的恩典。当然，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，但是这无阻挡上帝已经予咱的恩典，因为这个恩典已经伫咱接受耶稣的迄个时刻，永远赏赐予咱啊！上帝话有应允。是天顶，也是地下的心灵，也是其他的受造物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所有一切拢无法度切断主耶稣对咱的疼。所以这个礼物是永远拢袂离开咱的。
上尾项就是上帝的剑，就是上帝的话。伫这剑毋是长剑，伫这是短剑，因为短剑是用来防备的。上帝武器为什么无互咱长的剑？因为即场属灵的征战内面，定定发生的就是咱甲魔鬼伫非常瓦近的时，伫遐来相演，伫遐来搏斗。伫迄当时，短剑才会当发挥作用。上帝话有气力，有效果。亲像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讲，上帝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双面来的剑较来，会当插入，甚至破开人的魂、灵甲魂、关节甲骨髓，佫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。伫遮讲插入、破开、判断，拢是伫讲咱读圣经的人，咱内心会改变。咱伫读圣经的时，是凊彩读的交差，安尼就好；也是咱真正将这话读入来，互家己的心会当互插入，互破开，互上帝会当来判断咱内心所想的，互咱因为安尼来改变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将咱这归属上帝武装穿起来，咱就会当徛在位条。徛在的意思就是咱会当坚持到落尾。真侪人信耶稣非常的冲动，毋过伫拄着试探的时就马上离开，这就是无法度徛在。但是要坚持到落尾嘛，非常的无简单。所以保罗伫遮提出一项，就是彼此的代祷。伫遮保罗讲，咱着倚靠信心，专心祈祷。定定祈求，就不时警醒，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。保罗伫遮对祈祷嘛有几项的提醒。第一，就是靠着信心来祈祷，毋是讲咱一定按某一种形式的祈祷，因为只要咱祈祷，只要咱摒空家己，专心祈求上帝祈祷，上帝拢会听。所以有当时咱已经艰苦到无法度用嘴的话来形容咱内心的艰苦的时，咱无法度祈祷啊。但是嘛有话甲咱讲，咱软弱的时，信心嘛有在甲咱扶持，因为咱毋知着怎样祈祷。毋过信心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。第二是讲定定祈祷，毋是需要上帝时才祈祷。第三是敬醒来祈祷，毋是哪困哪祈祷，并且伫要未看见上帝作为进前，咱无放弃，继续祈祷。落尾项就是为着正信徒来祈祷，祈祷嘛爱有听，咱毋若为家己祈祷，咱嘛爱为其他人祈祷。因为真有可能，其他兄弟姊妹，伊伫即时也拄啊在面对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咱信徒教育的基本的教材。所以咱若会使，咱会当将伊背起来。咱这时咱来试看卖，来将伊背起来。帮我回到那个讲道投影片，谢谢。互咱来背起来。第一项是啥？会记得无？犹大。回。好，帮我到第10页，谢谢。好，第一项是犹大，或是用真理在做犹大。真理是啥？就是咱爱对咱所信的爱真确定。好，第二项是啥？好，是护心镜。护心镜就是讲咱爱保护咱的心。这个护心镜是啥物物件？公义是上帝的义，毋是咱的正义感哦。第三是啥？话和平的话，和平的福音来做话来称，就是咱行大的所在，咱拢爱带着上耶稣基督，互咱甲上帝国号的迄个福音。第四项是啥？信心来做咱的盾牌，咱爱有信心，才会当来抵挡对魔鬼来所射来迄个攻击的火箭。第五项是啥？救恩做头盔，
咱爱真实来确信，咱家己已经是得到救恩的一个人。上尾项是啥？上帝的话就是迄个钱，吼，即个上帝的话，才会当来帮助咱来对敌即个魔鬼的引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将即个背起来，这是咱的全副全书的即个全副的即个军装，咱爱将伊穿起来。若有欠缺，咱祈祷求主来补足咱、锻炼咱。但是咱因为咱面对的是啥？即个真邪恶的关系。咱若无进步，咱就一定会退步。所以咱求主帮助咱穿起来、戴起来即个全副的武装，加上祈祷。祈祷毋若是为着家己祈祷，咱嘛爱为着其他的人祈祷。加上祈祷，咱才有可能徛在话中，坚持到主耶稣过来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手所互阮即副全副的武装，互阮会当借着这的武器，阮会当来抵挡对魔鬼来引诱。主，恳求你引带阮、保守阮，互阮会当时刻来警醒，互阮无因为即个世界的潮流，也是任何的宣传、任何的价值观来摇带。互阮相信主，你甲阮同在。主，你也照着你的神，手术互阮溃烂。主，愿恳求你扶持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伫即个时代做好的见证，来见证你是各真各活的救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